今日帶大家走入廣州番禺木棉人家高端養老社區，呢係中國太平喺大灣區投建運營嘅首個康養標杆項目。社區落址廣州番禺核心區域，交通便捷，周邊商業、休閒、醫療配套完善，無需遠離香港即可享有嘅舒適養老體驗，精準契合粵港澳大灣區居民嘅養老需求。木棉人家總建築面積大約4.5平方米，涵蓋活力養老公寓同護理公寓兩大板塊。本次參觀嘅活力養老公寓以低密度低樓層規劃，全南向佈局搭配高綠化率，為長者打造宜居宜養嘅生活空間。若果透過保險入住，可享受優先入住權、保證入住權，仲能領取入住優惠折扣，更可以享用全國66個康養社區，實現候鳥式旅居。先喺茶居室呢一個舒適空間裏泡一壺香茗細品，別有一番滋味。3、5知己圍坐嘆茶傾偈，時光喺輕鬆百意中悄然流淌。再行去文娛休閒室、棋牌室，約上3、5個老友玩牌對弈，談笑風聲，滿懷開心。社區開設木棉學堂同書法、園藝等多元興趣小組，支持長者持續學習，老有所學，更有鼓樂、合唱團等文娛活動輪番上演，節目豐富多元，長者喺學童路中收穫快樂，叔叔阿姨們根本閒不落嚟。生活服務方面，配備全天候管家，精準對接日常需求，基礎服務涵蓋室內保潔、床品換洗，更有人性化延伸，陪同購物，周邊生活道道，定期家屬溝通，令長者安心散心喺社區生活，以趣會友，閒享悠然，令退休生活更豐富更有樂趣。